謝賢臨終23分錄音曝光張柏芝4胎真相，謝霆鋒崩潰跪地當場認女，為3歲私生女推掉1年通告，看哭全網。香港養和醫院 VIP 頂層病房，常年恆溫的空氣裏，卻彌漫着一層散不去的悲涼與凝重。落地窗外是港島璀璨連片的萬家燈火，霓虹流淌，繁華不息。可這間頂級病房之內，卻只剩生命落幕的荒蕪，親情錯位的遺憾，隱瞞喪年的驚天秘辛。84歲的謝賢躺在病床上，身形枯瘦，氣若游絲，常年病痛纏身，讓這位叱咤香港半世紀的老牌影帝，早已沒了往日風流倜儻、霸氣凜然的模樣。呼吸機規律起伏，監護儀滴滴作響。生命體徵一次次瀕臨臨界點，彌留之際的老人拼盡最後一口氣息，錄下了一段長達23分鐘的臨終遺言錄音。這段被謝家層層封存，嚴防洩露，隱瞞整整3年的絕密錄音，在謝賢徹底閉眼與世長辭的那一刻，徹底衝破所有禁錮，曝光全網，炸裂港圈。沒有刻意煽情，沒有劇本編排，沒有輿論炒作，只有老人彌留之際最真實、最沙啞、最懇切的原聲獨白，字字入血，句句真相，徹底撕開了娛樂圈隱瞞3年的頂級秘辛。張柏芝4胎小女兒身世大白於天下，徹底推翻全網所有謠言、所有揣測、所有抹黑，曝光謝霆鋒隱瞞3年不敢認親、愧疚入骨的終極真相。隨着這段23分鐘臨終錄音完整流出，持續數年的張柏芝孩子生父成謎、私生傳聞、外籍富商謠言全網崩塌，盡數粉碎。所有人終於知曉，那個被全網無端抹黑、被王菲派系輿論打壓、被無數網友惡意揣測的3歲軟糯小女孩，根本不是什麼愛人血脈，而是謝霆鋒貨真價實、血脈相連、名副其實的親生女兒。真相曝光的瞬間，全網譁然，輿論海嘯，全民破防。一向偏執自我、偏袒愛人、裝睡多年、漠視妻兒的謝霆鋒，在聽完父親臨終完整錄音，看清所有隱瞞與委屈，知曉所有隱忍與成全後，徹底情緒崩盤，跪地痛哭，崩潰懺悔，當眾含淚認下自己隱瞞3年的親生小女兒，為彌補3年缺席的父愛，償還虧欠女兒的所有陪伴與守護。謝霆鋒當場官宣重磅決定，推掉全年所有商業通告、影視資源、海外巡演、商務代言，停工1整年，全程貼身陪伴3歲小女兒長大，傾盡餘生所有溫柔，彌補遲來的父愛。這場橫跨數年、牽扯傳言、瞞天過海、隱忍成全的親情大戲，藏着張柏芝數年獨自隱忍、獨自保胎、獨自生女、獨自護女的萬般不易，撞着謝賢臨終兜底、拼死揭秘、護佑孫輩、洗白儀式的深沉父愛，藏着狄波拉多年心知肚明、默默心疼、暗中成全的柔軟善意，藏着 Lucas、Quintus 兩兄弟默默護妹、心疼母親、隱忍不發的少年擔當，更藏着謝霆鋒半生糊塗、本末倒置、愧對至親、悔恨終生的荒唐過往，而一直置身事外、冷眼旁觀、默默收割偏愛、間接攪亂謝家親情的王菲，也隨着真相徹底曝光，人設徹底崩塌，算計徹底落空，多年假面徹底撕碎，淪為全網最大笑話。所有的隱瞞皆為成全，所有的隱忍皆為深愛，所有的爆發皆為積年委屈。這段被時光封存、被全員守護、被輿論抹黑數年的真相，終將在謝賢的臨終遺言裏得以昭雪、得以圓滿、得以救贖。時光倒流4年，一次伏筆早已悄然埋下。彼時的謝霆鋒
依舊深陷與王妃的情愛糾葛，偏執自我，本末倒置，是非不分，將所有溫柔偏愛盡數給予王妃，對陪伴自己多年，為自己生兒育女，撐起謝家體面的張柏芝，只剩冷漠疏離，刻意迴避，無盡虧欠。彼時的張柏芝剛剛經歷全網鋪天蓋地的惡意抹黑，無端造謠，人身攻擊，無數水軍營消耗，跟風大節奏，惡意揣測他的私生活，肆意造謠孩子生父身份，極盡所能詆毀他的人品，抹黑他的名聲，試圖將他釘在輿論的恥辱柱上。可即便受盡全網非議，無端抹黑，孤立無援，張柏芝依舊選擇沉默隱忍，獨自承受，從不辯解，從不賣慘，從不捆綁任何人。他咬牙扛下所有輿論風雨，默默保胎，悄悄生女，獨自護娃，用盡所有溫柔與堅韌，守護着腹中無辜的小生命，守住自己的底線與體面。很多人不解，為何張柏芝當年寧願被全網抹黑，被造謠數年，背負所有罵名，也不肯公開4胎女兒的生父身份，不肯讓謝霆鋒出面澄清，不肯給自己和孩子一個正大光明的名分。謝賢這段23分鐘的臨終錄音，給出了全網最心酸、最戳心、最讓人破防的終極答案。錄音裏，老人沙啞虛弱，氣息微弱，斷斷續續的原聲，時隔索年，依舊聽得人心酸落淚，五味雜陳。我這輩子閱人無數，看透風月，見盡人心，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善良、這麼隱忍、這麼通透的孩子。柏芝太苦，太懂事，太委屈了。當年他查出懷第4胎的時候，所有人都勸他打掉，要麼就公開生父身份，借力洗白自己，借力保存孩子名分。可他偏偏全都拒絕了。他深夜一個人跑到老宅找我，跪在我面前哭，求我成全他，護住孩子，守住霆鋒的體面。他跟我說：爸，這個孩子是霆鋒的，千真萬確，是我最後一次為他流的血脈。可我求求你，暫時不要告訴任何人，不要讓霆鋒知道，更不要讓外界知道。我當時不解，問他為什麼？明明是他虧欠你，是他辜負你，是他糊塗荒唐。你明明可以拿着孩子光明正大，讓他負責，讓他贖罪，讓他給你和孩子名分。你為什麼要獨自承受所有委屈，獨自背負所有罵名？柏芝哭着跟我說：爸，我不怕黑，不怕罵，不怕委屈，不怕全網非議，我只怕打擾他的生活，只怕影響他的事業，只怕讓他和王妃再生刑棘，只怕毀了他當下的安穩。我愛過他，怨過他，也放過他。我不想再用孩子捆綁他，不想再用親情綁架他，不想再拖他後腿。孩子是我自己的選擇，我自己生，自己養，自己護，所有風雨我自己扛，只求孩子平安長大，只求他一生順遂，只求謝家安穩無虞。短短一段口述遺言，字字泣血，句句戳心，瞬間擊穿全網無數網友的內心。世人抹黑數年，揣測索年，詆毀數年的張柏芝，從來都不是自私偏執、糾纏過往的女人，而是通透善良、極致溫柔、為愛隱忍、顧全大局的人間清醒。他手握最有力的底牌、最絕對的證據，卻甘願獨自背負數年罵名，承受全網抹黑，隱忍所有委屈，只為成全謝霆鋒的事業，保存他的體面，不打擾他的生活。錄音繼續流淌，謝賢的聲音愈發微弱，卻愈發清晰，愈發通透，愈發公正，徹底推翻多年輿論假象，狠狠打臉所有黑子、所有謠言、所有惡意揣測。我謝家虧欠柏芝太多太多，這輩子都還不清。
他為謝家生養三子四女，耗盡青春，熬盡心血，受盡委屈，剛盡風雨。離婚這麼多年，他從未說過謝家一句壞話，從未詆毀霆鋒半句，從未引導孩子怨恨父親，從未捆綁謝家炒作牟利。反觀我兒子謝霆鋒，半生糊塗，半生偏執，本末倒置，親疏顛倒，放着真心待他，為他赴湯蹈火的妻兒不珍惜，偏偏沉溺虛妄情愛，偏袒算計他的愛人，漠視骨肉，虧欠至親，辜負真心，親手毀掉圓滿家庭，耗盡半生福報。我護了他一輩子，疼了他一輩子，勸了他一輩子，直到今天我才徹底明白，他不是不懂對錯，不是不知好歹，不是不會珍惜，他只是裝睡太久，執念太深，自我太盛。他明明知曉柏芝的委屈，明明清楚孩子的存在，明明懂得自己的虧欠，卻始終選擇性失明，選擇性漠視，選擇性逃避。3年前，柏芝獨自生下小孫女，全程無人陪伴，無人照料，無人撐腰，剖腹產獨自住院，獨自康復，獨自帶娃，熬過最兇險、最脆弱、最無助的時刻。整個謝家只有我和我老伴偷偷前去探望，默默心疼，悄悄幫扶。我無數次想曝光真相，想逼霆鋒認女，想給小孫女正大光明的身份，想替柏芝洗白所有冤屈，可柏芝次次攔住我，次次勸我忍忍，次次顧全大局。他總曰孩子還小，安穩長大最重要，名分虛名不重要，霆鋒事業不易，不要毀了他的一切。老人的聲音帶着極致的遺憾與不甘，帶着臨終最後的期盼與囑託，緩緩落下終章。我時日無多，命不久矣。這輩子唯一的遺憾，就是沒能親眼看着小孫女認祖歸宗，沒能親眼看着霆鋒幡然醒悟，沒能親眼看着一家人合家圓滿。我今日錄下這段錄音，不為追責，不為炒作，不為紛爭，只為還原真相，洗白柏芝，護住孫女，點醒逆子，待我離世。這段錄音公之於眾，我要讓全網所有人知道柏芝清白無辜，坦蕩磊落。我謝家欠他一生虧欠，終生難還。我要讓霆鋒徹底清醒，徹底懺悔，徹底認錯，餘生好好彌補，好好盡責，好好疼愛他虧欠至極的小女兒。23分鐘的臨終錄音，全程無剪輯，無修飾，無杜撰，全是老人彌留之際最純粹、最真實、最懇切的心聲。完整曝光的那一刻，全網瞬間靜默3秒，隨後徹底引爆，徹底沸騰，徹底破防。無數網友淚崩刷屏，瘋狂共情，極致心疼。原來我們錯怪張柏芝整整3年，原來最深情的人一直被誤解，最隱忍的人一直被抹黑。謝霆鋒的糊塗，讓一個女人獨自扛下所有風雨，獨自生女護女，獨自背負全網罵名，這才是真正的人間善良。頂級格局，謝家老宅醫院病房，全員聽完這段絕密錄音，瞬間情緒失控，各懷心事，徹底破防。最先崩潰失控的是81歲的狄波拉。狄波拉早已得知所有真相，默默心疼兒媳數年，暗中守護小孫女3年。這3年內，他無數次私下偷偷探望張柏芝與小孫女，悄悄送去物資，陪伴孩子，安撫兒媳，看着張柏芝獨自咬牙撐過無數艱難時刻，看着3歲軟糯乖巧的小女兒缺失父愛，默默無聞，他心底的愧疚與心疼，日復一日，層層疊加。此刻聽完丈夫臨終完整錄音，所有隱忍的情緒徹底爆發。狄波拉瞬間淚流滿面，渾身顫抖，泣不成聲，轉頭死死盯着身旁臉色慘白、身形僵硬、
徹底失語的謝霆鋒，含淚厲聲質問，字字泣血，句句痛心。阿鋒，你現在聽清楚了嗎？你終於聽明白了嗎？柏芝到底有多善良，多隱忍，多顧全大局？她懷孩子，生孩子，養孩子，全程獨自承受，獨自隱忍，獨自扛下全網抹黑。她為了保存你的體面，不耽誤你的事業，不打擾你的生活，寧願自己被千萬人誤解，被全網詆毀，背負索連污名。你捫心自問，你對得起她嗎？你對得起這個默默隱忍，從未拖累你的女人嗎？你對得起那個3歲就缺失父愛，默默懂事，從不爭寵，從不喧嘩的親生女兒嗎？謝霆鋒僵立原地，渾身冰冷，瞳孔震顫，大腦一片空白，整個人徹底陷入極致的錯愕、極致的愧疚、極致的悔恨之中。這3年內，他不是一無所知，全然懵懂，他隱隱知曉真相，心裏一清二楚，只是一直刻意逃避，刻意裝睡，刻意漠視，刻意自我麻痹。他害怕輿論風波，害怕事業受損，害怕王菲生氣，害怕打破當下的平衡，害怕背負新的虧欠，所以他選擇裝傻，選擇沉默，選擇不聞不問，選擇任由妻兒受苦，任由張柏芝獨自承壓，任由親生女兒無名無分。狄波拉看着兒子狼狽僵硬、滿臉失神的模樣，心底的悲涼徹底泛濫，繼續含淚痛斥，句句誅心，直擊靈魂。我和你爸勸了你半輩子，告訴你識真心、顧骨肉、辨是非、分親疏，可你呢？你裝睡1年、2年、3年，半輩子，你把所有的溫柔、耐心、財力、偏愛，全部給了愛人王菲。你陪她旅居度假，陪她喝茶閒聊，陪她碎碎念念，包容她所有脾氣，滿足她所有需求。可對你自己的親生骨肉，對你傾盡所有的前妻，你只剩冷漠、疏離、逃避、虧欠。柏芝為你生4子，守謝家、護家鋒、江豐宇，耗盡半生青春，熬盡畢生心血，到頭來還要偷偷生女，默默護娃，獨自背黑鍋。你夜夜安眠，瀟灑自在，情愛纏綿，可曾有一夜想過，他獨自保胎，獨自生產，獨自帶娃的無助與心酸，一連串痛心疾首的質問，徹底擊碎謝霆鋒所有的自我感動，所有的偏執偽裝，所有的僥倖逃避，一直沉默矗立，冷眼旁觀，心智遠超同齡人的長子 Lucas， 此刻終於忍不住開口，少年聲音清冷堅定，克制隱忍，卻字字鋒利，句句通透，直擊謝霆鋒心底最深處的愧疚與狼狽。爸，其實我和弟弟早就知道了。一句話，瞬間讓全場氛圍徹底凝滯。謝霆鋒猛地抬頭，滿眼錯愕看向自己的長子 Lucas， 眼底泛紅，滿是疲憊與失望，語氣平靜卻字字扎心。妹妹出生的這3年，我和 Quintus 一直幫媽媽守護秘密，幫媽媽遮擋風雨，幫媽媽護住妹妹。我們從來不吵不鬧，不對外言說，不打亂你的生活。不是我們不懂，不是我們不知情，是我們和媽媽一樣，都在成全你，都在顧全你的體面。媽媽從來沒有教我們恨你、怨你、怪你，她無數次告訴我們，你是我們的親生父親，讓我們尊重你、理解你、包容你。哪怕你缺席我們10幾年成長，哪怕你偏心愛人，哪怕你漠視我們所有委屈，媽媽依舊選擇成全，選擇隱忍，選擇善良。可你不該，真的不該。裝睡3年，逃避3年，漠視3年。你明明知道妹妹是你的骨肉，明明知道媽媽受盡委屈，明明知道全網都在抹黑他們母女，你卻從頭到尾一言不發，無動於衷，冷眼旁觀。一旁溫柔軟糯、心思細膩的 Quintus 早已紅透眼眶，
淚水打轉。此刻再也忍不住心底的酸澀與委屈，輕聲哽咽開口：爸爸妹妹真的很乖，很懂事，她從來不會哭鬧，不會撒嬌，不會爭搶。每次我們帶她玩，她都會小聲問我，為什麼別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，她沒有？我每次都只能騙她，爸爸很忙，爸爸很愛她，只是沒有時間回來。我和哥哥看着她小小的年紀，遠遠的模樣，卻生來無名無分，生來缺失父愛，生來就要承受全網非議。我們真的很心疼，真的很難過。媽媽一個人撐着我們4個人的生活，撐得好累，好辛苦。我們看着她默默流淚，默默忍忍，卻什麼都做不了。兩個少年句句真心，字字血淚的傾訴，徹底壓垮了謝霆鋒最後的心理防線。他再也撐不住所有的偽裝，所有的冷靜，所有的僥倖，雙腿一軟，轟然跪地，身形劇烈顫抖，雙手死死捂住臉龐，壓抑多年的愧疚、悔恨、自責、痛苦，瞬間徹底爆發，崩潰大哭，失聲哽咽：是我錯了，是我糊塗，是我混蛋。謝霆鋒跪地痛哭，聲音嘶啞，淚水洶湧，一片又一片瘋狂懺悔，徹底撕碎自己半生的偏執與荒唐。我對不起爸，對不起媽，對不起柏芝，對不起我的孩子們，我對不起我的小女兒，我讓她受委屈了，讓她無名無分，讓她默默受苦3年，是我不配當丈夫，不配當父親，不配做謝家的後人。這一刻的她，終於徹底、完全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3年的逃避，半生的荒唐，一輩子的虧欠。她一直以為自己是身不由己，是萬般無奈，是感情遺憾，卻從未意識到自己的所謂無奈，全是自私的選擇，偏執的逃避，裝睡的縱容。她為了維持和王菲的安穩關係，為了保存自己的事業熱度，為了守住自己的完美人設，親手漠視了最真心待自己的人，親手虧欠了最無辜的親生骨肉，親手放任最善良的人受盡全網抹黑與委屈。就在謝霆鋒崩潰跪地痛哭懺悔，徹底破防的時刻，一直靜默矗立在角落，面色淡然，冷眼旁觀全程的王菲，終於忍不住開口，試圖緩和局面，挽回體面，消解風波，語氣依舊帶着一貫的清冷佛系，看似通透無害。霆鋒，你別這樣自責，別這麼崩潰，事情已經過去了。當初你選擇隱瞞，選擇沉默，也是為了大局，為了事業，為了安穩。我一直都理解你，體諒你，支持你。現在真相曝光，坦然面對就好，沒必要過度愧疚，過度內耗。看似溫柔包容、善解人意的話語，此刻聽來卻無比刺耳，無比虛偽，無比涼薄。過往索年，正是王菲一次次的潛移默化，一次次的情緒捆綁，一次次的隱性施壓，讓謝霆鋒始終不敢公開真相，不敢認回女兒，不敢彌補妻兒。他看似從不干涉家事，從不爭搶名分，卻始終隱性拿捏謝霆鋒的心態，讓他常年陷入顧此失彼、偏袒愛人、漠視至親的扭曲格局。從前的謝霆鋒，次次被他的溫柔假面蒙蔽，次次被他的通透說辭說服。可此刻徹底清醒、徹底醒悟、徹底懺悔的他，瞬間看穿了他所有的虛偽，所有的算計，所有的利己。謝霆鋒猛地抬頭，淚眼婆娑，眼神冰冷，語氣決絕，第一次正面硬剛，徹底割裂，當眾打斷王菲的虛偽說辭，字字堅定，句句疏離。你理解我，你體諒我，你從來都沒有理解過我，體諒過我。你理解的只是你自己，體諒的只是你的安穩，你的體面，你的生活。這3年，我不敢認女，
不敢發聲，不敢澄清，看似是我自己的選擇，實則是我一直被情緒裹挾，被偏愛綁架，被家長蒙蔽。我為了顧及你的感受，為了維持和你的關係，硬生生忽略了我的親生女兒，辜負了我的真心妻兒，虧欠了這輩子最該守護的人。我裝睡3年，逃避3年，糊塗3年，任由柏茲獨自承壓，任由幼女無名無分，任由全網抹黑我的家人。這一切的荒唐與過錯，我有大半責任，而你也從未無辜。一番決絕疏離，徹底清醒的話語，瞬間讓王菲臉色慘白，身形僵硬，無言以對，徹底失語。他多年精心維繫的溫柔知己，通透佛系人設，在這一刻徹底崩塌，蕩然無存。全場所有人都徹底看清真相，王菲所謂的不爭不搶，溫柔通透，靈魂契合，從來都是極致的利己與算計。她從不主動作惡，卻始終隱性裹挾，間接干預，默默享受偏愛，看着這家骨肉疏離，家人受委屈，母女被抹黑，始終冷眼旁觀，無動於衷。謝霆鋒不再多看王菲一眼，徹底斬斷索年虛妄執念，轉頭看向窗外澄澈的天空，語氣堅定，擲地有聲，當着母親、2個兒子、所有親友的面，官宣自己餘生最鄭重、最決絕的決定。即日起，我推掉全年所有通告，所有商業活動，所有影視劇組，所有海外工作，所有商務代言，停工整整1年。我放下所有名利，所有事業，所有浮華，所有虛妄，餘生首要之事就是回歸家庭，貼身陪伴，全力彌補。我要好好陪我的小女兒長大，彌補她缺失3年的父愛，撫平她所有的委屈與缺陷，給她正大光明的身份，無微不至的守護，完整溫暖的童年。重磅官宣一出，全場震動，全網炸裂。要知道，謝霆鋒身為華語娛樂圈頂流大咖，樂壇影壇雙棲巨星，全年商業價值數十億，通告不斷，資源頂級，行程爆滿。推掉一整年所有工作，意味着直接放棄數十億商業收入，放棄全年曝光熱度，放棄所有高端資源，是娛樂圈極其罕見、近乎顛覆性的決絕決定。可此刻的謝霆鋒早已看淡名利，摒棄浮華，徹底醒悟。在親情與名利之間，他終於第一次毫不猶豫、毫無保留地選擇了至親，選擇了虧欠已久的孩子，選擇了遲到多年的彌補與救贖。狄波拉看着跪地懺悔、徹底醒悟、決心改錯的兒子，看着丈夫臨終遺言終於起效，糊塗半生的逆子終於回頭，瞬間淚崩，滿心慰藉，含淚輕聲嘆息，終於醒了。你爸等這一天，我等這一天，孩子們等這一天，等了整整3年，半輩子啊。Lucas 與 Quintus 兄弟二人緊繃多年的心弦終於緩緩鬆弛，眼底的失望與疏離漸漸退去，多了幾分釋然與鬆動。他們依舊無法徹底抹平多年的委屈與缺陷，卻終於等到了父親真正的醒悟，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擔當。真相徹底曝光，全員徹底醒悟，格局徹底重塑之後，謝霆鋒第一時間驅車奔赴張柏芝的住所，奔赴那個他虧欠半生、辜負半生、漠視半生，卻始終善良隱忍、溫柔成全自己的女人，奔赴那個軟糯乖巧、無辜純粹、默默受苦3年的親生小女兒。抵達住所樓下，謝霆鋒站在樓下，仰望樓上溫暖的燈火，遲遲不敢上樓，滿心羞愧，無地自容。推開門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此生最讓他心碎、最讓他愧疚的畫面。寬敞溫馨的客廳裏，3歲的小女兒穿着軟糯的粉色家居服，
小小的身子乖乖坐在地毯上，認真對積木，安安靜靜，懂事乖巧，從不吵鬧，從不撒嬌。眉眼輪廓、五官神態，與他年少時一模一樣，復刻了他所有的眉眼風骨，卻比他多了幾分溫柔純粹、乾淨通透。張柏芝坐在一旁，溫柔細心地陪着孩子，耐心指導孩子玩耍，眉眼溫柔，氣質淡然，從容平靜，歷經索年風雨，無數墨黑，獨自承壓，依舊乾淨坦蕩，溫柔善良，初心未改。聽到開門聲，張柏芝緩緩回頭，看到滿身狼狽，眼底通紅，滿臉愧疚，身形僵硬矗立在門口的謝霆鋒，眼底沒有怨恨，沒有憤怒，沒有波瀾，只剩一片平靜淡然。數年隱忍，數年委屈，數年抹黑，索年獨自堅守，早已讓他看淡風雨，看清人心，釋懷過往。他不恨，不怨，不爭，不搶，只是徹底看淡，徹底放下，徹底釋然。謝霆鋒看着眼前溫柔淡然的女人，看着乖巧無辜的小女兒，再也忍不住心底滔天的愧疚與悔恨，大步上前，再次跪地，聲音嘶啞，滿心懺悔。柏芝，我對不起你，我真的對不起你。這3年，讓你一個人受委屈，一個人扛風雨，一個人護孩子，一個人背黑鍋，讓你被全網抹黑，被千萬人誤解，被無數人詆毀，而我身為罪魁禍首，身為孩子的親生父親，卻全程沉默，全程逃避，全程漠視，全程缺席。我罪該萬死，我虧欠你一輩子。張柏芝靜靜矗立，眼底微酸，輕輕嘆息，語氣平靜通透，溫柔坦蕩。我不用你道歉，我從來都不需要任何人的道歉與彌補。我護我的孩子，守我的底線，過我的人生，問心無愧，坦蕩無悔。我當年選擇隱瞞，選擇隱忍，選擇獨自承受，不是卑微，不是妥協，不是害怕，只是不想紛爭，不想內耗，不想讓孩子活在輿論風波裏，不想毀掉你打拼半生的事業與體面。我成全你，是我最後的善良，僅此而已。通透淡然，坦蕩磊落的一番話，再次狠狠對比出謝霆鋒的自私偏執，王菲的利己算計。張柏芝的格局與善良，從來都冇人能及，無人超越。謝霆鋒轉頭看向懵懂無知，一臉茫然，好奇看着自己的小女兒，眼眶通紅，聲音溫柔顫抖，小心翼翼，滿心虔誠地伸出手，輕聲溫柔試探：寶貝，我是爸爸，對不起，爸爸來晚了，讓你受委屈了。3歲的小女孩懵懂純真，乾淨純粹，沒有成年人的恩怨，沒有世俗的偏見，沒有過往的怨恨，只憑着血脈深處最本能的親近與羈絆。微微歪頭，遠遠地看着淚流滿面的謝霆鋒，輕輕伸出小小的手，握住了他的指尖。僅僅一個微小的動作，瞬間讓謝霆鋒徹底淚崩，徹底破防，徹底淪陷。他緊緊握住女兒軟軟小小的手，小心翼翼將孩子擁入懷中，溫柔摩挲着孩子柔軟的髮絲，淚水洶湧滴落，打濕孩子的衣角，哽咽着反覆懺悔，反覆承諾：爸爸錯了，爸爸以後再也不離開你了，爸爸以後天天陪你，夜夜伴你，陪你吃飯，陪你玩耍，陪你長大，護你周全。爸爸用餘生所有溫柔，彌補你缺失的所有時光。這一刻，他終於正大光明，名正言順，心甘情願地認下自己隱瞞3年，虧欠3年，缺席3年的親生小女兒，完成了遲來3年的父女相認，親情歸位。坐在一旁的 Lucas 看着眼前相擁的父女，眼眶依舊泛紅，輕輕拍了拍身旁弟弟 Quintus 的肩膀，語氣帶着一絲釋然，也藏着難以言說的委屈：爸，
其實這麼多年，我們兄弟倆從來不奢求你給我們多少物質，多少光環，我們只是想要最普通的父愛而已。Lucas 抬眼望着依舊哽咽不止的謝霆鋒，繼續緩緩開口，少年的聲音沉穩又酸澀，字字戳入人心。小時候，學校開親子活動，別的同學都是爸爸媽媽一起到場，只有我們三兄妹，永遠只有媽媽一個人撐完全場。老師每次問我們爸爸去哪裡了，我們都只能笑着說爸爸工作忙，不敢越你陪着別人，忽略了我們。我們從小就學着懂事，學着體諒，學着隱藏思念，從來不給你添任何麻煩，不鬧着找爸爸，不對外吐槽你的缺席，哪怕全網都在笑話我們是沒有父親的孩子，我們也默默忍下所有流言蜚語。Quintus 跟着點頭，小手悄悄抹掉眼角的淚水，軟糯的聲音帶着一絲哽咽：爸爸，你知道嗎？妹妹出生這3年，每次看到電視上有你的採訪，你的作品，她都會盯着屏幕看很久，然後奶聲奶氣地問我們，屏幕裏的叔叔是不是我的爸爸？我們每次都只能騙她，等爸爸忙完就回來陪她。她才3歲，什麼都不懂，卻比所有孩子都懂事。她從不哭鬧着要爸爸，從不羨慕別人的家庭，只是偶爾在深夜會悄悄抱着媽媽的枕頭，小聲想念。她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明明好好活着，光鮮亮麗活在大眾視野裏，卻整整3年，從來沒有看過他一眼，抱過他一次兩個孩子的真心話，讓原本愧疚至極的謝霆鋒愈發無地自容。他緊緊抱着懷裏乖巧安靜的小女兒，胸膛劇烈起伏，淚水不停滑落，打濕了孩子柔軟的髮頂和乾淨的衣角。張柏芝靜靜站在一旁，看着父子3人久違的溫情畫面，眼底終於泛起一絲淺淺的濕潤，積壓索年的委屈、心酸、疲憊，在這一刻盡數翻湧上來，卻依舊克制着情緒，輕聲開口：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用孩子捆綁你，也從來沒有想過靠孩子博取同情。這麼多年，我獨自帶着4個孩子生活，辛苦是真的，但看着他們平安長大，善良懂事，我從不後悔我當年執意留下這個孩子，不是糾纏，不是執念，只是我捨不得自己的骨肉。我知道你那幾年深陷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執念與追求，我不願成為你的負擔，更不願讓剛出生的孩子一來到世間就捲入無盡的輿論紛爭裏。謝霆鋒抬起頭，淚眼朦朧地看着張柏芝，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清，滿是無盡的懺悔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是我太自私，太懦弱了。我貪圖自己的安穩，貪戀虛無的情愛，不敢直面自己的責任，把所有的難題、所有的風雨、所有的委屈都丟給了你一個人。我在外瀟灑風流，名利雙收，歲歲安穩，你卻在家懷胎生子，獨自療傷，默默護娃，替我扛起了為人父、為人夫的所有責任。我以前總覺得自己人生遺憾太多，現在才明白，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，就是辜負了你，缺席了孩子們的童年。被謝霆鋒徹底冷落，全程被無視的王菲，此刻僵在原地，臉色慘白僵硬，再也維持不住往日清冷淡然的模樣。她看着眼前一家人真情流露的畫面，看着謝霆鋒全然卸下所有偽裝，只為妻兒懺悔的模樣，心底終於生出前所未有的慌亂。她緩步上前，語氣帶着一絲勉強的柔和，試圖挽回最後的體面。霆鋒，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，你已經知道錯了，也決定停工彌補，沒必要一直沉浸在過去的愧疚裏。未來好好陪伴孩子就夠了。可此刻的謝霆鋒
早已徹底看清他的利己與涼薄，連多餘的眼神都不願給予，語氣冰冷疏離，沒有絲毫餘地。你不用再勸我，你從來不懂我的愧疚，也永遠不會懂一家人骨肉相連的羈絆這麼多年。你看着我一次次缺席孩子的成長，看着柏茲獨自背負罵名，看着年幼的孩子無名無分，你從未勸過我一句回頭，從未提醒我半分責任。你享受着我所有的偏愛與陪伴，卻對我至親的苦難視而不見。這不是通透，是冷漠直白決絕的話語，徹底擊碎了王妃最後的僥倖與體面。他嘴唇微顫，終究一句話也説不出來，只能默默僵在原地，淪為全場最尷尬的外人。狄波拉緊隨其後，趕到張柏芝的住處，推門而入，看到眼前的畫面，瞬間紅了眼眶，快步走到小孫女面前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輕輕撫摸着孩子稚嫩的臉頰，聲音溫柔又心疼：我的乖孫女，奶奶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抱你，疼你了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，躲躲藏藏。他轉頭看向張柏芝，滿心愧疚與感激，真誠地開口致歉：柏芝媽，對不起你，這麼多年，讓你一個人受了這麼多苦，受了這麼多委屈，這家虧欠你的，這輩子都還不清。以前我沒能好好護着你，往後我一定拼盡全力護着你和4個孩子。張柏芝輕輕搖頭，眉眼溫柔淡然：媽，都過去了，我從來沒有怪過任何人，日子是我自己選的，路是我自己走的，孩子們平安健康，就是我最大的心願。這般通透豁達的格局，讓狄波拉愈發心疼，也讓謝霆鋒的愧疚愈發深重。他低頭看着懷裏懵懂乖巧的小女兒，又看向身旁3個漸漸長大、懂事隱忍的孩子，在心裏默默立下餘生最重的誓言：這1年的停工，從來不是一場簡單的熱手噱頭，一次短暫的輿論贖罪，而是他徹底告別過往荒唐，重塑人生的開始。往後的每一天，他不再是萬眾追捧的頂流明星，只是4個孩子的普通父親，是想要彌補過錯、守護家人的普通人。他會學着早起給孩子做早餐，陪着妹妹慢慢學走路、學說話，陪着 Lucas 和 Quintus 談心聊天，彌補10幾年缺失的父子溫情。他會褪去所有娛樂圈的浮華與喧囂，安守小家煙火，用日復一日的陪伴，撫平孩子們多年的心理缺陷，溫暖張柏芝半生的風雨寒涼。這場遲來的認親、遲來的懺悔、遲來的彌補，沒有炒作，沒有劇本，沒有刻意煽情，只有最純粹的親情，最真實的愧疚，最動人的救贖。看哭了全網億萬網友，刷爆各大平台評論區。謝賢23分鐘錄音曝光真相，張柏芝4胎女兒身世實錘。謝霆鋒停工1年貼身護女，全網欠張柏芝一個道歉。遲來3年的父女相認等數10個熱搜詞條霸榜全網，熱度居高不下，持續暴漲，億萬網友集體破防，刷屏落淚。最偉大的媽媽是張柏芝，最糊塗的父親是謝霆鋒，最通透的老人是謝賢。3年隱忍，獨自護女，背負罵名，成全他人。張柏芝的善良與格局，世間罕見。放棄數10億通告收入，停工1年贖罪護女。謝霆鋒終於真正醒悟，真正悔改。全網真的欠張柏芝一個最真誠、最鄭重的道歉，錯怪她太多年。3歲小女孩太無辜、太乖巧，幸好終於認回父親，終於擁有完整陪伴。真相徹底落地，風波徹底落幕，恩怨徹底清零之後，所有人的命運軌跡、人生結局盡數清晰，盡數閉環。謝賢老爺子彌留之際的23分鐘錄音，
成為了這家最珍貴、最通透、最警醒的家風遺言。他用最後一口氣、最後一段原聲，洗白了儀式，護住了孫女，點醒了逆子，端正了家風，用盡最後力量，終結了這家數年的親情亂象，本末倒置，親疏顛倒，告慰平生，圓滿落幕。狄波拉終於卸下半生憂心、半生牽掛、半生悲涼，看着幡然醒悟、回頭顧家的兒子，看着認祖歸宗、安然乖巧的小孫女，看着合家安穩、歲月靜好的畫面，終於得以安心釋懷、安享晚年。半生規勸，半生等候，終得雲開月明，塵埃落定。Lucas 與 Quintus 兩兄弟徹底卸下多年的隱忍、擔憂、不安與隔閡，父親的徹底悔改，妹妹的安穩歸位，母親的苦盡甘來，讓這個破碎多年的家庭終於重歸溫暖，重歸圓滿。兄弟二人愈發成熟通透，愈發互母互妹，愈發懂事擔當，穩穩撐起家庭的溫暖與希望。張柏芝歷經索年風雨、數年抹黑、索年隱忍、索年獨自承壓，終於苦盡甘來，真相昭雪，清白於世，全網共情。他從未爭過名分，從未搶過體面，從未捆綁親情，從未消耗孩子，卻憑自己的善良堅韌、通透坦蕩、溫柔隱忍，迎來了最終的圓滿與救贖。往後餘生，兒女要失，歲歲安然，自在灑脫。